台南捷运南线经过国家发展委员会审查通过，已经是台南第一条进度上紧的捷运。律师议员李宗麟伫交通局的工作报告，对啦关心相关的进度，麻烦了捷运开发过程的人才需求甲人员不足的困境。或者市长下任以前，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，我们大概捷运处大概要到多少人？甚至是变成是捷运局，这样是不是会比较好？是长期而言，当然我会跟府城来建议，就是说等到后年真的开始进行细设之后，因为真正实质工程大概要到大后年去了那所以大概还有1年多的时间。那当然，如果要开始真正实际工程，有轨道建设、土木工程经验的人非常重要。另外是目前处还是在局的2级机关，所以处长才9职等所以当然对外的吸引力不够，所以我们还是会持续跟府城来建议，长期而言还是要成为局的编制。另外，面对起了7档的成功国小也未起好，加上地下停车场嘛拢因为污掉历史的遗构来延后，原定115年3月要同步启用的，却一拖再拖。律师议员陈迪嘛要求交通局加速地下停车场的施工时停。附近真的很难，停车空间一位难求，所以我们才会盖这个地下停车场，就一盖又盖了那么久，所以附近的店家殷殷期盼了什么时候才可以正式来开放让大家停车？时间点呢？2期会同时开放，那他们希望在115年的3月会取得使用执照。他其实3月拿到执照，但执照还要到正式可以使用，还有一点时间。大概如果快了，应该3个月内有机会。像我们这几个竣工之后拿到执照，因为同时停车设备起来要明年的6月才有机会。是应该是115年的6月，2到3个月啦。如果快的话，同步进行。115年的6月才有机会，这个停车场开放让大家停车。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。